你动手规划自己的旅行了吗？来三义漫城吧！如果你也喜欢慢步调的话，这里有充满时代感的名胜古迹，还是个充满艺术感的手作天堂哦。另外还有许多客家创意的伴手礼可以逛，让你身心灵都满载而归。頭邊嘅棟棟仲無向嘅客家店路吼。係啊。你看就還有飯菜館、福菜、挑夫魚、吉醬，我們這些客家的那個都是傳統的美食，那個去做調味料的。要不要試試看我們的融入客家元素做的手工餅乾？真的哦。真的啊，還有試看。呀，表妹做做餅哦。好，我來吃看，我猜猜看是不是？加黑莓不用吉醬。嘿，真的。真的。10分來着。绿茶。嘿，對。真的。還有一炸。我也太厲害了吧！很香。很香啊，很香啊，主播。竟然可以把这样子的客家元素弄到这个这么西式的饼干里面。唔止係咧，還有福建嘅地方還有客家漢堡，你要試試看咧。真嘅哦。好啊，剛剛去來訂一隻客家漢堡。好啊，聽得來。好啊。歡堡跟薯條是生活中常常接觸到的食物，而且我本身也是嘗遍無數店家的梅乾扣肉，但不知道怎麼樣把它們兩個結合，會有怎麼樣的味道呢？無論如何，我覺得傳統美食就應該是這樣與時俱進的，不斷被創新。客家漢堡來了。哇哦！真係要幫吹到呀誒！係啊。人家講，即係扣肉啊，人家這個拿來加掛包喺呢呢，其實看從人做漢堡出來，有較無香嘛。應該嚟啲。當初試嘅嗰種福菜鹹肉嘅味道，佢是係用西式嘅嘅漢堡麵包嘅包咧。係啊。下次來到三義，你們做的店面炸客家漢堡，嘗嘗這創意的新滋味吧。